星期日庆祝中华民国110年国庆双十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演讲中称，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在中共纪念核心革命110周年讲话时，曾发表台独必遭历史的审判的喊话。据报道，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周日参观以色列亚德瓦西姆大屠杀纪念馆。作为访问的一部分，默克尔将会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总理贝内特和外交部长拉皮德。这是他执政16年后对以色列进行的最后一次正式访问。10月9日，意大利罗马市中心上万人示威抗议意大利政府推出的强制性中国病毒健康通行证，部分抗议人群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场未经批准的游行从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人民广场的主要集会中开始，并试图到达总理德拉吉的办公室。中国官方英文报纸《环球时报》周五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美军在台湾的秘密存在将导致中国和台湾之间更快的爆发战争。分析称，中国必须让美国和台湾都知道他们在玩火，他们的行为的潜在后果将是美国和台湾岛都无法承受。由中国集中营受害者家属组成的东突厥散集中营受害者平台在阿纳托利亚之旅的一部分已抵达埃斯吉谢希尔，开始宣传活动。土耳其人权和自由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支持。为伊拉克提前大选设置的投票箱已关闭，投票程序于昨天18点结束，选举结果预计将在24小时内公布。俄罗斯媒体报道，一架 L410运输机昨日在俄罗斯东部达坦斯坦共和国坠毁，造成至少16人丧生，7人受伤。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证实，机上载有23人，机上有跳伞运动员。